有吗？听得到吗？OK，好，谢谢。哦，来，张老师1月1号上任哈，后礼拜开结束会是爱做开哦。嘿，第一主日的是啦。对，今天比较早练完啊。好。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荣耀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赞美你。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卑微和软弱，你知道我们的缺乏和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亏欠和失败。你查看我们的举止和言谈，你也深知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你更晓得我们的心态和动机。恳求你因着你的慈爱赦免饶恕我们的亏欠，恳求你因着你的信实借你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的罪孽。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一个礼拜平安的度过，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疲乏和软弱，赐给我们刚强和得胜，除去我们一切失望和灰心，赐给我们信心还有力量，除去我们一切不安和忧愁，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由活水小组带领我们以诗歌来敬拜。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这周刚过完感恩节，不知道大家都有向想道谢的人表达自己的心意了吗？那我们现在向左右两边的人说感恩，感恩，感恩，感恩。那感谢人的时候，我们也更应该感谢的是创造且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上帝爸爸喜欢我们内在是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同把心静下来，用诗歌来赞美、感谢我们的神。那如果身体许可的，请大家站立。藏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
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平安喜，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败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
你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的苦主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的苦主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请大家一起大声唱。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救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
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由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约翰福音15章提到，主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其实我们就是他拣选的枝子，那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并且我们的果子要长存，在主里彼此相爱。因此，我们多结果实的时候，我们的父就因此得荣耀了。阿们。请会众依然站立，我们使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上帝，人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圣灵感孕，从真理玛利亚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印文在诗篇80篇1到7节，以及17到19节，在教会圣经旧约610页。由思会起单数节，
会众应双数节。19节的时候，我们一起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2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从埃及17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今天是降临期的第1个主日，我们要点燃第1根紫色的蜡烛。接下来是公祷时间，我们可以翻到周报的第3页，大家看祷告意向。我们为着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祷告，我们恳求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使那边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而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3区的教会祷告，为桃园成功布道所的2位牧师，也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以及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同时也要为了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聪明，也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祷告。另外，我们也为台湾的水情告急，需要上帝格外施恩祷告。现在，我们同声开口，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由瑶珍姐妹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第一处是记载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4章1到9节，在教会圣经的第823页，是以赛亚书64章。翻开后由我来攻读。以赛亚书64章第1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第二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章3至9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第180页。哥林多前书1章第3节，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接下来由思会读经《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诗班献诗，今日献诗的曲目是《神啊，感谢你》。
谢谢诗班的献诗，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正道时间由本堂牧师蔡文萌牧师为我们正道，题目是“感谢在心，口要开”。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里面来见面。我们今天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刻来敬拜。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敬拜团的敬拜，也听到诗班的敬拜，无论是活泼的，无论是这个叫做庄严的敬拜，或者是在喜乐中，或者是在哀伤中，都可以用来感谢跟赞美上帝。上帝是丰富跟奇妙的，所以任何每一样的曲调、曲目，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安排，用什么样的乐器，都可以来感谢跟赞美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各样的乐器来赞美他，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他，用大的响声赞美他，用敲锣打鼓赞美他，都是可以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感谢和赞美献祭在上帝的面前。当然这个礼拜是我们的这个将临期的第一周，那也是我们上个礼拜过了这个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原本应该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将临期的第一周，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来听听有几位姐妹们，她们要来在主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他们在这一年当中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有人说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是格外的轻。所以当你分享的时候，不一定都是要分享喜乐的事情，有时候当你分享一些哀伤，分享一些你的经验，分享一些你所经历到的事情，也是一个可以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在这些的困境当中，你走出了什么样的路？在这样的患难当中，你体会到什么？或是在一些的事情上，你有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这都是美好的。所以不一定要去讲很多的这个叫做这个喜乐的事情，有时候痛苦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经验，让我们可以得着帮助。所以今天有3位姐妹，她们要陆续来到台前来讲她们在这一年当中，她们经历到上帝是怎么样来带领他们的经验。有的可能是比较早先的，有的比较是近期的，但是牧师已经有跟他们规定，一定要讲今年的。为什么？因为不要讲那个太早以前的，我们要讲的是新鲜的见证。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听他们来分享他们在生命历程当中这一年里面上帝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丰富跟美好。好，那我们就要请第一位我们的蜜家姐妹请她来跟我们来做见证。Hello， 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哈。那前一阵子呢，9月25号是我开刀的日子，但是这个开刀呢，这个病呢跟着我50多年了我就是非常的很痛苦。我想说，在我60岁之前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点把它解决掉，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要为我预备好的医生，然后根除我的病痛。然后我也跟上帝祷告说，现在的健保好像没有什么路用，很多东西都是要自费的，所以我的自费部分
非常的多。我跟上帝说，主啊，让我能够没有在这个医疗费用上有经济上的压力，我就为这2件事情来祷告上帝。2个月之前，就是9月25号，我决定去荣总来开刀，就是我的鼻子的问题。那我的鼻子呢是鼻窦炎、鼻中隔弯曲，然后又是那个鼻息肉，我整个鼻息肉都塞满了我的鼻孔，所以我呼吸是非常的困难的。那跟着我50多年了，每天就在那边擤鼻涕，每天就在那边鼻塞，我觉得太痛苦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去面对它，然后要处理它，所以我就找到高雄的荣总的耳鼻喉科陈主任来为我治疗哈。那9月25号我是第1刀进去的，7点半进开刀房，到下午1点半才回到病房，这中间有6个小时，我自己吓一跳，我说这种小刀竟然可以开刀6个小时，然后我是全身麻醉，然后又有插那个 endo 就是气管内管，那开刀完才是真正的痛苦的开始。我整整10天，我的鼻子都是塞满了那个止血棉，我完全没有办法呼吸，整整10天，然后整整1个月，我的鼻血才止住。我每个小时我就是要去清我的伤口，然后开完刀的时候，我头向前倾了，我的鼻血就一直流；我的头向后仰，整个血块就吞进去，真是痛苦的不得了。我说主啊，哇，我真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突然想到圣经上里边诗篇42篇第5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呢？当仰望神，上帝必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一句话让我很大的激励哈！感谢主因为很多的智慧的部分，止血棉特殊的刀片然后开完刀的止痛针。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病房费用，我是2个人1间的，1天还要再补贴2000块，所以我住院4天，就是需要自费8000块我特别强调这个8000块等一下大家要脑力激荡然后我结束的时候，我开刀完的时候4天，我就被赶着出院了。荣总的病人实在太多了，我出院的时候去缴钱，我一看，我不是带2个人1间，我1天要自费2000块，怎么没有恰举在里边？我就跟那个出纳的小姐说，是不是 miss 掉了？她说，我帮你查一下。她查了，结果说，没有，这个是耳鼻喉科主任掌控的这个房间，所以主任没有给你恰举，你就不用缴钱。感谢主。神给我额外的恩典，因为我跟主任非亲非故，我马上省了8000块的病房费用。然后我出院回到家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我自己要一个人去面对很多的问题。我想说好，那我就先去买个便当，我就骑个摩托车去买个便当，从一心路转到长江街。哇，警察就给我招手了，就是你。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闯红灯。我说没有我是绿灯才过来。他说你没有2段式的左转，就是视同闯红灯。闯红灯多少钱？1800块，1800。然后警察就开始写红单子然后我心里头也很平静我就跟警察先生说，我刚好从荣总开刀出院出来，我鼻子都还在渗血呢因为我头脑昏昏沉沉的，也没有注意这个2段式的左转。我说可不可以请警察手下留情？警察说你鼻子还在渗血，不要骗我，把口罩拿下来。我就说好，我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果真2条鲜红的血就挂在我的鼻孔上面。感谢主，上帝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又少了1800，1800再加上住院的8000块，上帝给了我一个大红包，快1万块钱我想我来这里就是见证上帝给我的额外的恩典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因为牧师说只有5分钟，所以时间到了，谢谢。只有5分钟，所以要把握如果下次恐怕这次大家其他人来不及了，
但是呢，明年还有机会，但是今年要先让这几位先来享受这样的每一个人5分钟的时间哈。好，下一位我们请那个婉英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可能没有办法像前面一位讲的那么喜乐哈，那么开玩笑。那这边有几段经文，因为我礼拜四固定会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那有一次参加祷告会，看了这篇经文，那我想请各位一起来看，我来朗读，是彼得前书的3章12到16节。他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有心里导向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说在何事上可以叫你们那诬赖你们的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一篇经文让我感触良深哈。我是新的会员啊，我今年4月才到荣光堂来，我从台中搬到高雄。感谢主哈，今天可以让我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荣耀神的作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作为基督徒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有空要多做见证。去年2019年的8月。我来到高雄才4个月的时候，我爸爸就突然过世了。我是回来高雄照顾他的，所以呢，他的过世导致我的生活陷入一片的混乱。那我的经济来源就断掉了那我那个时候几乎走投无路。那在高雄，我没有任何的亲戚，没有任何的朋友，我就像一个孤儿一样。当时我曾经有一阵子，我想要放弃我的人生，走向绝路。那么同时我在办理我爸爸的后事的时候，我因为开车载着我从美国回来的弟弟跟弟媳妇去殡仪馆去看我爸爸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被摩托车从后面撞我车子的车祸。当时我们车上3个人都没有察觉有车祸，所以一直到警察局经过监视录影带的时候找到我，他要我到警察局去做笔录。当时警察照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我车子的后面有任何被撞的痕迹，但是对方坚持要告我民事跟刑事。我那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那还要被告哈。那么后来经过保险公司的协调之下，我们在区公所的协调委员会里面，由保险公司付对方的医疗费用，那撤销民事的诉讼。那但是刑事方面呢，对方他就坚持一定要告我，说我肇事逃逸，其实是他撞我哈，我完全不知道，而且他恐吓我说要把我告到我死为止。OK， 所以我在10月的时候，我就自己出庭到法院诉讼的时候，对方没有出现，就只有我一个人。之后也没有收到法院的任何判决书，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因为我不懂得台湾的法律因为我长期都住在美国。没有想到在今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我收到交通局给我的罚单，理由是我肇事逃逸，他要罚我6000元。
另外还要吊销我的驾照3年。我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的恐慌，因为我不知道要如何来解决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半个人可以帮助我。所以我跟教会里的姐妹还有很多朋友就一起祷告，然后来分享，但是每一个人都设法在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帮助我找到最好的方法。最后在一个律师的朋友，他就是介绍我来高雄荣光堂的台北卫理堂的弟兄，他是一个律师，他就帮我写诉讼状，然后告高雄市交通局。其实很勇敢我一个人要告交通局。然后在写诉讼状文书的时候，律师就告诉我说，你要到法院去调你去年10月在法院的资料。那当我第一次到法院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你的诉讼还没有下来。我说奇怪，已经经过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下来？于是我又到检察署去询问书记官，我说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下来？结果他去查了电脑，他说因为我们的电脑跟法院没有连线，其实你的诉讼案在去年11月已经下来了。我说那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他说可能你搬家了，所以没有收到。当时他就说我去帮你看你的诉讼案的结果怎样。我其实心里非常的惊惶因为我很怕那个判是有罪的，所以当时我就在当场我就开始念主祷文，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结果呢，判决的结果我是无罪的我感谢主没有肇事逃逸的这件事情，我当时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判决书再加上诉讼案的申告文一起送到法院，然后开始我就告高雄市的交通局，很勇敢，但是我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一直祷告，到今年的11月17号，也就是不久之前，我就收到法院寄给我的挂号信，我手都一直在发抖，因为我不敢开那竟然里面说他撤销我的原处分，感谢主，哈利路亚真是赞美主。那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因为这原本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没有花1毛钱。你们知道请一个律师写诉讼案要多少钱吗？6000块然后我如果请一个律师出庭要5万块钱，所以一切都是这整个过程我没有花1毛钱，我都是凭着祷告跟教会朋友之间，每一个人都在帮我打气加油，每一个礼拜都在帮我祷告，让我在信心上有更大的盼望。在这件事情上，上帝教导我，平常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凡事要交托给他，因为他眼睛看顾义人，耳朵听他们的祷告。虽然未来我觉得我还是会有许多的挑战跟试炼，但是我有信心，神会站在我这边。我感谢在荣光堂受到所有会友之间的互相的同情，接受你们像家人一样的爱护，让我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没有感到一丝丝的安全感跟孤单。我没有感觉我是一个孤儿，因为我现在有这么多的家人与我同在。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继续在这里学习跟成长，并且得到荣耀上帝对我更多的恩典跟祝福。阿们。谢谢大家。做见证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人家的见证的时候，也看到不是只有发生在他们身上可以经历到，上帝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经历到这样的恩典。
好，下一个是我的师母哈，也是很新鲜的见证。弟兄姐妹平安，我要跟大家分享死而复活的经历哦，听起来好像有点惊悚，不过真的非常写实哦。那这个时间呢，是在上一周的主日之后哦，大约是在傍晚的时间。那时候我跟牧师要去外面买晚餐哦，然后牧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骑摩托车嘛，然后牧师下车买红茶冰，那我就下车等，然后那时候我是戴着安全帽的哦。然后牧师是在那个摊贩的正前面哦，假设红茶冰是在这里，然后牧师在前面等，那我只是比牧师再多一步的距离。那其实这个范围都是摊贩区，那马路是在更外面的地方。就我在等的时候呢，忽然有一部疾驶而来的机车朝我猛撞过来，是正面这样冲过来。然后那时候呢，我根本来不及反应，我想说这地方怎么可能会有摩托车呢？等到我看到的时候，车子已经在我面前了，我没有办法闪躲。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哇，我要见主面，原来我要回天家了哦。然后我想到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哦？然后被撞之后呢，第一个是臀部重击，胖，然后呢，接下来头部往后撞地，然后还好那时候是因为有戴安全帽保护我，要不然我可能就已经头脑开花了。然后呢，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摔倒在地了，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那时候是静止的状态，想说我会不会内脏4分5裂啊，流很多血啊，或是伤口很深，因为我很胆小，很怕死，我就想说会不会还要缝啊什么的。然后呢，肇事者也吓傻了，然后一直跟我们道歉。那一位好心的路人就帮我们报警。然后警察来了，女警就帮我擦伤口，然后那时候我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后来就一跛一跛的上救护车。那到医院的时候呢，做一些例行性的检查，那时候心跳、血压都正常，然后接下来就是要那个检查我的脚踝、膝盖还有那个我的那个尾椎的地方有没有被撞裂啊或骨折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在等的时候呢，其实我只有祷告。那时候因为完全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只有跟上帝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是骨头出了事，我可能有很好一段时间要包扎伤口啊、休养，然后有很多事情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做。那后来那个 X 光出来，急诊室的医生说看了片子都没有事。哇，我那时候真的非常感动，也非常的感谢主，因为他在患难中。我在患难当中经历了上帝的信实跟医治，就像诗篇中所说的91篇11、12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其实我知道那是很硬的水泥地因为整个身体都是重压在地上的。那主人呢？这个经文主人就是上帝吩咐他的使者来保护我。我知道这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要把这个神的恩典跟大家分享，让人家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透过卑微的我，可以成为见证的出口，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上帝的全能。当然，我知道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什么事都一帆风顺，我们一样会生病，也会有苦难。但是因为生命当中有上帝，所以我们得以一直往前行。上帝也一直陪着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喜怒哀乐，陪着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在这件事情，我也更珍惜生命，还有多留意周遭的环境安全。所以我现在就是骑摩托车下来之后，就开始看一下周遭的环境有没有什么车啊。我要不要我不要太外面走的，就是走得太外面。那还有的，我更珍惜活着的每一天，还有珍惜我的亲人好友，还有感谢我的先生那这件事情他都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一直很怕我会不会惊吓过度，吓傻了这样。然后他也很开心看到我展现笑容的时候。那上周4是感恩节。那我以诗篇116篇17节，
上帝啊，我要向你献感恩的祭，要求告你的名来献上我的感谢。最后，我要将这个事件要归给我们的全能上帝。阿们。谢谢。感谢主，我想透过我们当中很多刚刚上台的姐妹们的见证，我相信我们都会心里面很感动，也许可能激发了或是激励了你，也想要来讲你的见证，但是因为时间上已经不容许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弟兄姐妹们可以在你的小组里面跟你的小组员做分享，可以能够彼此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美好的事，你就会发现上帝好像很鲜活的就在你的面前，他就那么活着的活生生的就在你的面前。所以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他大能和恩典。一样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因为刚刚这几位都提到跟警察有关系，那我讲一个跟警察有一点相关的一个笑话跟故事各位知道那个在乡下地方有时候那个小偷很猖狂，因为有时候小偷会去偷一些别人的东西。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去偷了东西回来，然后被警察抓了，当然就送到警察局去要问笔录了，你到底偷了什么样的东西？好，结果后来这个警察就把这个人就抓来问一下，他说你偷了什么？他说我偷了铲子，我偷了圆锹，我偷了十字镐，我偷了扫帚，我偷了笨鸡，我偷了笨斗这些东西。警察一边写的时候一边叹气，很无奈，然后一直这个忧愁满脸。然后这个小偷就问这个警察说：“请问是什么样的吗？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这个警察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够偷一点我会写的东西？你偷一点那个电视机啊、电冰箱啊，偷一点那个这个电器用品，这个我比较会写，你偷这个东西我不会写。”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要学习把字会写，也是一个智慧。刚好就是在师母去发生车祸的那一天，我们去买那个晚餐的时候，我看到摊贩里面有一个那个小朋友正在写字，这是我大概近10年来看过这个小朋友写字写得最漂亮的，所以我就称赞他的父亲，我说你的小朋友教得很好，你居然可以教他把字写得这么工整跟漂亮因为这是很少看到的。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写字都是那个画符的，因为也没有教笔顺，没有教这些东西。你可以想这个事情是能够把字写得漂亮，写得好看，这也是一个上帝给的一个聪明跟智慧还有能力。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能够透过一些书写的方式，透过一些的方法，让我们也可以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来向神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人说人生要努力，但是其实努力要对的方向，如果是错的方向，即使你是再努力是没有用的。所以有人说要一步一脚印，但是一步一脚印要在对的地方。请大家看一下这只小狗，它是一步一脚印的踏在水泥地上，但是不要以为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就不会被扁了因为它踏在上面去，可能这只小狗可能等一下要被踢了。为什么？因为它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地上。所以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才是正确的。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或是在对的地方做不对的事情，都是不恰当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刚刚提到一步一脚印是对的，是没有错，但是你要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跟见证很有关系那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在台湾我们已经很少看过麻风病这样的病症，在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提到有关麻风病。那我想让大家认识一下，麻风病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也不算很多，就是有一些医疗院所是专门来照顾这样的麻风病人。各位可能有听过，我这上面有写了一个医院叫做乐生院
这个是在新庄那个地方有一个乐生疗养院。但是各位可能不晓得，除了那个乐生疗养院以外，还有一个叫乐山园的这个园区，也是同一位的开创者他来去创立的。但是后来乐生疗养院这个乐生疗养院新庄这个乐生疗养院后来是成为政府管理的一个医院，但是真正在民间机构甚至是教会机构来管理的叫做乐山园。那后面我会做解释啊。那后来这个1874年这个汉生这个挪威这个医生，这个汉生医生他这个发现了麻风病的这个杆菌，所以后来才了解原来麻风病是由这个麻风杆菌造成的。所以麻风病在当时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不治之症，有点像我们现在讲新冠病毒一样，它是会腐蚀人的肉体的，或是会让人这个骨头会被吃掉，或者它会吃掉人的一些的身体的组织。所以在台湾这些的地方，就刚刚提到的，包括乐生疗养院或者是叫乐山园，都是当时为了要照顾这些麻风病人。所以现在麻风病已经被更正跟更名叫做汉生病啊。那当然在台语比较更这个就是说更糟糕的那个念法叫做胎格病啊。所以那个麻风病就是我们讲的胎格病啊。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但是这个宣教士要跟大家做一点介绍。各位我们可能都常常听过台湾有很有名的宣教士叫做马偕博士，创立了马偕医院。这一位戴仁寿医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乐生疗养院跟乐山园的一个创办人。原本最早期的时候他是创办了乐生疗养院，后来在日本政府的一个这个斡旋之下，把这个经营权给日本政府带走了。但是他就另外成立了这个乐山疗养院。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他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这些宣教士都说这是长老教会的宣教士，好像我们卫理公会没有宣教士，其实是我们没有收集到他们的资料。但是他确实是长老教会用了他在长老教会的机构里面做这些的服事，但是他本身他的父亲就是卫理公会的长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卫理公会也有很好的社会服务跟传统，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要对社会有一些的社会的责任。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多去看到有一些在很多小地方他们在那里服事，在那里工作的一些宣教士，他们不一定很有名，但是他们所做的是对人很有帮助的。这个是麻风病院，早期的麻风病院，各位应该看得出来哈。这个前面这几位都是有患麻风病的，后面那个医生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是至少知道这是一个麻风病院。他的状况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们的脸部还有手上有一些地方是有疮的，会脱落，然后甚至会断掉，或是会有这些的生病。其实在当时的麻风病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触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是耶稣来到一个村落里面，这个村落里面的人，这一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疾病叫做麻风病。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是这一群麻风病人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各位如果晓得在早期的时候，其实这些的麻风病人他们不能够住在正常的社区的里面，他们不能够住在村庄里面，因为他们叫做会有传染病的危险，所以他们通常会被赶到旷野去，或是被赶到村庄以外的地方，要在那里自己要生存。当然也许有可能这些人他们自己又另外再成立了一个村庄，或是另外成立了一个居住的社区，所以这些人他们会居住在一起，所以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社区在那个地方。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这10个人他们是离群所居，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是不能够去跟健康的人接近的。他们在跟人接近的时候，他们都要喊一个东西叫做我不洁净，我不洁净，以至于让人要赶快的远离他。但是如果各位我们看12节的地方，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却有人要进去。我们来念1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12节，一起念来。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谁进入那个村子？耶稣进到那个村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11节的地方提到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他刻意的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去。很多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个村落叫做麻风病的村子，所以很多人会绕道而行。但是你看到耶稣做一件事情，是他进入那个村子，也就是耶稣是刻意的要进到那个村子里面。而这个村子里面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迎面而来，可是他们不能跟健康的人在一起，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所以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是那么样的真实。有几个麻风病人，他们在前面的时候，耶稣直接进到他们的村落，这一些人远远的看到耶稣来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上帝不是撇弃掉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患难不是让我们跟主来隔离的，而是让我们跟主更加的靠近。很多时候有人会认为说，哎呀，患难好像让我们离主越来越远。其实耶稣来，他要让我们亲近他，就近他。有很多人的麻风病是，他觉得主要来亲近他，他就跑得越来越远。而耶稣来，他是刻意的要进到那个麻风病的村落里面去，要跟这些人来见面的。所以患难不是用来让你跟主隔离的，而是让你来跟主更加的靠近。我们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这一些人他们对耶稣说什么？在13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10个人，他们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虽然是麻风病人，他们虽然离群所居，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正常人的社区里，但是他们应该或是一定有听过耶稣，而且知道耶稣会治病的。所以好不容易等到耶稣来了，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你知道我们在台语堂今天有一个姐妹，她做一个见证分享，她说她因为被撞到了，也是一样车祸，被车撞到了，然后不小心就是验出她有这个叫做肺腺癌的状况。她说很幸运的，当她去医院，去民生医院就诊的时候，居然有一个这个博士级的这个叫做对这个部分的专科的，而且是很有名的医生，刚好到民生医院来助诊，所以就趁着那个时间，他就让这个医生帮他开了这个肺腺癌的手术，而且都顺利的完成。你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那么有名可以来治病的人，这么多人这么喜欢他的这个医治的这个人，如果突然间来到这个麻风病的地方，这些人一定迫不及待的，主啊，可怜我们吧，赶快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现在就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对你来讲哪个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有的人也许会说金钱，有的人也许会说我的学位，有的人也许会说我的这个身份，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希望大房子大车子，我要这些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哪些才是你真正生命当中你希望耶稣帮你解决的问题？今天这10个麻风病人，他们也可以说，主啊，我想要有这个10000两黄金，我想要有大车子，我想要有大房子，我想要人家看得起我，我要有身份地位。他们可以求这些东西，但是这些能不能够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的本质跟问题？也许他可以拥有大房子大车子，但是他的麻风病还是在的。也许他可以有很多的这些的收入，但是他的麻风病还是在的。所以耶稣如果今天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跟他求什么？你要跟他求什么？你要求的是那个次好的，还是你要求的是那个最好的？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跟相信神的良善是连在一起的。上帝是良善跟信实的，所以我们信他也是良善跟信实的，他必然为我们成就那个对的跟美好的事情。上帝如果不是良善的，我们求什么他都给我们，恐怕那个结果不是我们可以预期跟想见的。我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一个见证，就是我曾经在爬山的时候，曾经在有一次去运动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个父亲把登山杖给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才小学而已，10几岁的孩子，但是他拿了这根登山杖的时候，他不是拿来拄着拐杖上山，他是拿那支登山杖去打树木、打花草、打他身边的这些他觉得看得不爽的东西。所以后来这个父亲就把他的登山杖给没收了，
他说这个登山杖是要给你来登山用的，不是要让你来打花草树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这些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成就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够成熟会运用。但是如果我们不会运用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给拿去。因为当我们不会运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的信心是跟神的良善是连结在一起的。有时候上帝没有回应你，有时候上帝不给你，不是代表上帝不爱你。上帝用他的方式来让你知道，你所没有的就是你不必须要的。上帝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正确的跟需要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哈。好，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对他们这些人说了些什么。第14节我们来看耶稣看见什么，我们一起念来。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前早期麻风病不是像我们现在要医生去做检查，早期是由祭司来做这个检查。当然因为祭司在当时的角色也有点像医生的角色，确认他们这些人的生病是不是好的。所以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些人如果生病好了，必须要是祭司的确认。所以14节这边耶稣看见他们就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后面那句话很重要，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当他们要往祭司那里的方向去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身体就洁净了。你可以想见，如果你边走边要到祭司那里去的时候，哇，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复原了，那是一个多么兴奋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一定想要去赶快给祭司查验完了，我赶快回我家，我要抱我的小孩，我要抱我的太太，我要跟我的家人一起见面。救恩这个礼物是所有人的，上帝应许给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得到这礼物，相信的人你就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救恩这个礼物，这10个人全部都得到恩典，他们全部都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让他们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相信的人，今天他们做一个相信的事情，就是他们往祭司的方向走。如果今天他说我还不相信的话，我要回我的麻风病的村庄去住的话，恐怕他就没有办法得医治。但是他们往祭司的方向去的时候，经上就说他们就得到了医治了。所以所有的人，相信的人，你都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跟救恩。但是这1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他是回来感谢耶稣的。17节我们来念一下17节的地方，一起念来。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9个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身体得到洁净了，他们看到他们洁净了，哇，赶快给祭司查验，我要回去，刚刚讲了，我要回去抱小孩，我要回去跟我的太太讲，我要回去跟我的先生报告，我要跟我的家人说我已经得到洁净了。他们有没有神迹奇事发生？有，他们的病都医治了，都好了。但是谁会来感谢上帝所做的事？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得麻风病的人，又是撒玛利亚人，你知道那个人叫做什么样的人吗？在印度有一个族群叫做秽不可触，听过这种阶层吗？印度有种姓制度，秽不可触就是你脏到没有人想去碰你的这种人。所以各位知道，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就跟狗一样，他们是不可以碰的，他们是不能，就是不洁净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麻风病人，又是不洁净的人，但是这个糟糕到透顶的人，只有他回来感谢耶稣，其他的人都回自己家里去抱小孩、抱太太、抱先生，所有人都回去做他自己的事，只有这个人回来感谢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的本质是恩典，而且带来救恩。所以你得到恩典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上帝不但是要拯救你的身体，他也要拯救你的心灵？恩典是让我们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救恩是解决我们内心的生命的问题。所以19节耶稣对这个人说什么？19节我们来念一下19节，一起念来。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吗？10个人全部都得到洁净，他们身体都好了，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的人，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谁救了这个人？这个人的信心让他的生命得着洁净，让他的里面的内里的生命得着干净。大家都是外面干净了，但是没有人是内心干净的，只有这个回来感谢的人，他的里面也救了他，他的信心也救了他，他的心也是干净的。所以有的人外表也许麻风病好了，但是他心里的麻风病是没有好的，他心里面是不愿意跟人接近的，心里面是不愿意跟人接触的。很多人我们看得到外在的洁净，但是看不到内心里面也有那个麻风病在里面的。所以感恩不是宗教的术语，而是一个生命。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透过感谢跟感恩，看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极大的改变，不是只有单单在外在，而是在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讯息。第一个，内心的麻风病要靠主来医治。很多人也许没有外在的麻风病，但是他有内在的麻风病。所谓内在的麻风病，就是我不要跟人接触，我不愿意跟人相处，我不要跟任何人来往。麻风病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不能跟正常的人接触跟相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也许没有外在的麻风病，但是我们有内心的麻风病。我不喜欢跟人相处，我爱上帝就好了，其他人我是不爱的。很多人会知道说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好像表面上我也是个正常的基督徒，但是很多人是不愿意跟人接触的，因为人太复杂了，人太难处理了，我不想跟任何人接触，人会伤我，所以我不要跟任何人接触。内心的麻风病是需要靠主来医治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即使我们犯再大的罪，耶稣都要拯救我们，都要帮助我们，都要洗净我们。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说：大胆的承认自己的罪吧，因为上帝的恩典大过你所有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里面肮脏到不行，但是耶稣他是我们的朋友，是罪人的朋友，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这个恩典跟救恩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透过信心带来恢复跟医治。当这个麻风病人回来感谢的这个人，他回来之后，他不单是身体洁净，他的心也洁净了。所以耶稣透过信心来带来恢复跟医治，不是只有在外在的身体的医治，而是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跟洗净，从此以后他就得着一个完全的洁净跟赦免。所以耶稣透过信心带来恢复跟医治。神并不希望我们只记得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向别人也伸出援手，为他们送上祝福。所以上帝有时候让你去经历跟经验一些事情是超过你想象的，但是上帝让经历之后，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上帝有时候容许我们跌倒，是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让我们自己的软弱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更加的谦卑，也能够学习懂得去体恤他人的软弱，成为更好的安慰者跟扶持者。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也许让你在一些的环境当中要经历一些苦，但是那些苦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第三个，感谢跟感恩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你说信心在哪里？有的人说我的信心表现在哪一个地方？表现在做礼拜，表现在我来这边唱诗赞美祷告上帝，也许这些是，但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是你的感谢跟感恩。你能够向上帝献上感谢跟感恩，这个才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宗教的术语，它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所以刚刚我们的诗会，我们的家庭姐妹提到一个事情，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凡事谢恩，每一件事情当然不是都可以感谢，但是每一件事情里面一定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可以去得到帮助，跟得到一些美好的功课，可以值得让我们去感恩的。所以基督教的核心不是骄傲，而是感恩。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你信耶稣之后就国泰民安，信耶稣之后就风调雨顺，信耶稣之后就无灾无病，不是的。信耶稣之后，我们仍然会经历一些的痛苦，但是我们能够在感恩当中来经历这些的
情形，经历这些的困境跟难处，所以透过感谢跟感恩来表达我们的信心。所以最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卢云，有一个一个神父叫卢云他这样说，他说生命是一个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爱，并且对他说我也爱你的机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的生命是向上帝回应爱的机会。卢云这个神父，他不是在一个很好的叫做这个天主堂里面在那里服侍，他也没有在很众人看得到的地方，他是在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机构里面工作。他曾经这样说，他说真正的老师不是我，是他们这些孩子们，让我在生命当中学会一些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上帝会透过你去让你去经历一些事情，而你所经历到的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人从你身上会看到活生生的耶稣的见证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上帝给我们活生生的丰盛的恩典。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很及时的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昨天我在师母去这个上义务传道的课的时候，各位知道男人如果没有女人在旁边，那个吃饭真的是不像样的吃饭啊，所以我就把家里面的东西都停出来吃了。但是各位知道东西都是干的，没有一碗汤热汤，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当我谢饭祷告完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如果这里有一碗汤多好。当然没有办法，所以我本来准备要拿锅子去烧水了，结果后来楼下的办公室打一通电话上来，牧师你人在吗？这个楼下已经有一个姐妹帮你煮好了一锅汤要给你喝。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你要相信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活的，你要去经历那个活的上帝，他马上就会供应你一切需要，是你有没有去看到那样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但愿我们能够在每件事情上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特别在感恩的季节，让我们凡事谢恩。我们相信主你所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证道，愿神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一起金句背诵路加福音17章19节，我们背2次。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路加福音17章19节。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路加福音17章19节。现在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背一次。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403首，感谢神，我们唱全首。感谢神自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
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做一个奉献祷告。如果不清楚奉献意义的，等一下请让奉献袋经过你的身旁。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由你手所造，由你而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你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你。现在我们奉献一点金钱，愿事工彰显你的慈爱，并且求主让我们有管理金钱的智慧。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会众一同站立。请问有今天第一次来到聚会当中的新朋友吗？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唱欢迎歌。我们第一遍的时候坐着唱，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起来唱，然后跟大家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接下来为各位报告教会消息，在周报的第3页。
今日为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下周主日为12月份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下周日12月6号，圣光神学院将在本堂安排神学主日，请弟兄姐妹共同参与，关心台湾的神学教育。2020年底即将卸任的执事名单有赵少文、刘世文、徐德强。我们感谢他们在执事任内忠心的服侍，愿主赐福，纪念他们的辛劳。2021年新任执事名单有黄介良、李淑仪、高嘉锦3位执事，已于11月8号记忆会新俊杰教区长主持选任，请为他们将来的服侍祷告。主日后11点半在601教室有洗礼前的造就班，有意愿在圣诞主日受洗或者是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参加上课。今天11月29号感恩节主日，我们感谢吴婉莹、林蜜佳、肖玉华师母3位的感恩见证，愿主的恩惠常与他们同在。12月5号，制服艺人学院有成果展以及期末会议，我们为程序的进行顺利祷告。12月19号，教会安排圣诞晚会，主题是方舟计划，是救赎恩典与永恒的约定，欢迎大家邀请福音朋友参加。12月20号是圣诞主日，教会有受洗跟转入礼。目前登记受洗的有刘景庆、洪英红、陈小娟，转入者有蔡依文牧师全家、吴燕英、黄淑珍。请大家为受洗及转入的弟兄姐妹信心坚固祷告。我们也为教会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的影响祷告。为教会2020年圣诞节节目预备及重备头钩规划顺利祷告。感谢参与圣诞节场地布置的弟兄姐妹，求主纪念赐福你们。周四晚上7点半到9点查经祷告会，查考彼得前书4章1到11节，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并且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守望祷告。我们为今年教会聚会人数能够增长到180个人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肢体消息，我们一起为身体不适的肢体祷告。有郝文章牧师、陶英兰的母亲、林淑英的母亲、周春和、赖瑞美的父亲、赵连秀的母亲、黄森峰的父亲，还有秀妹的父亲、涂红淑妃、杨之华、苏品纯、孙淑华师母的母亲、周雄老师的身体。以上请大家一同代祷。会众请起立。3-1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时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殿乐，弟兄姐妹请坐。会众请坐。请大家在殿乐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代祷。在病痛中，还有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